请收看赤脚婆。想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脚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不知影。做两爱水的搭酒怎会为你甲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为我甘袂想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规划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脚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义父，果然不出老夫所料，余素秋真是有疑心，但是却想袂到，竟然会引出一个真纯情的出来。义父，既然余素秋来反背咱，咱不如将解决单挑。哼，这少年人就是这么无知。你敢毋知影老夫安尼做的目的，就是要引赵公一只老狐狸出现。赵公无事，我心不安。孩儿咱了解。对了，义父，你甲赤家婆打赌的代志，万一若是……安怎？你是怀疑老夫的做法，就是对老夫无信心？无啦，我无这个意思，你唔通误会啦。我是惊讲吼，迄个赤家婆用红阳牌的法术甲咱瞒骗，到时阵咱若交伊一命，啊放伊走，无采工人咧掠伊啊！哈哈哈哈！别混啊别混！要成就大业，就要有一个比别人更加旷阔的心胸。如果咱若是在5时的进前全面禁火，老夫就唔相信有火灾。如果若真是有火灾者，安尼就证明赤家婆伊真正是一个灵人。义父，你的意思是讲要交伊一命？现在老夫正需要人手的时阵，如果伊认为老夫所用，老夫当然要撩下伊，遐就无错。老夫赶快当处伊性命。义父啊，你确实高明啊！别问，永暗得上些注意余素秋伊的行踪。你是讲余素秋，伊的采取行动？如果老夫若是要了唔对，现在伊已经开始行动了。
月娘光光照西窗，想起过去心茫茫。今夜甲伊住共房，心情才袂遐沉重。互人管的你也会上空芳，啊！你实在有影青影重，啊！办法你要加减伤几项啊，才有法度大船驶入港啊，驶入港。啊，若讲到你哦，真正有影毋捌气氛啊！你看嘛咧。外口月娘嘛是啊真圆，今夜一定是15暝。无你一个喙齿疼哟！啊，每一个月拢嘛有15，啊无是安那？迄15迄天是有人欠你的钱上。毋是15人欠我的钱啊，是有人欠我的情义。你敢拢袂记哩啊？咱两个人伫要结婚迄一天嘛是15啊，啊你怎来倒粉去啊？拜托的好，你的口碑会使搁换一个无？这吼录音带已经放足久，我听甲会仙啊！我刚刚仔就要讲，你会知影咧，伫个15你怎来倒粉了后，啊你会知哦，咱这今仔日去互迄太师甲咱放伫这个所在，这太师的心肝是足响的咧。毋知当时要甲咱抬，当时要互咱死也毋知影咧。我无趁即摆要讲，啊无后摆才有机会了。哎呦，啊你毋是咧做英雄，啊做英雄人遐尔啊惊死，袂啦，你袂死啦！你不要看你的面哦，一个面甲肉饼咧，遐尔啊大片，啊而且讲下害搁遐尔啊好，你这种人是长岁寿啦，有福分的人啦，免啊惊死啦。咩？这是我才有份。嘿啦，迄喙仔你头会当新好啊啦！哎呦，我毋知讲好斗的人就是长岁寿的人咧。下干啊安尼，我的岁寿会食较长，安尼袂歹哦。是讲安尼嘛无理呢。人若食老伴，无一个老伴嘛毋好。拜托的啦，你愿做老伴好毋好？哎呦，拜托的吼，你咧听咱讲这话，你听到袂顺，我是听到起鸡母皮。拜托，我若甲你关斗阵咯，定听你讲这话，我若无起笑，就起空啦。安尼当时咱两个会当陪做伙，啊嘛敢若一间茶房尔，等你去用拔掉的啦，啊我嘛去用拔掉的啦，啊我即摆有这个心思要甲你讲，你嘛着爱接受，啊若无我一直要甲你念到，互你神经会怎啊浮起来。啊你互我拜托者，莫搁念会用的袂啊，烦死啊！我敢若着要念。嘿。咱假使讲，即世人吼，若有即个阴天，会当安尼平安顺遂，搁再互放出去吼。拜托你叫我做好，啊，我一定要办桌来补请，办迄100-200桌啊吼，啊，互遐亲戚朋友、厝边头尾，大家拢总来互我请，啊，因若来互咱请吼，拢会包红包来哦。我这遐红包我才登记你的名。你讲煞，我会晓讲啊吼。细细，我毋是为着你的红包要给你，我就甲你讲我给就我给，你是听无？你是外国人哟啦！你嘛莫遐尼哭，加人一摆嘛。你甲我还啦！红泡泡。啊，恁两个是吵煞袂？还佫吵，我著对你无客气哦。哎，有少年人你火气佫大，啊无你对我无客气，无你是要？哎，你今仔会趁着啊？我讲一个互你偏香的。你的运动拢发乌咧，啊，你哦啊讲话佫会笑着，你早就知下一要来啊。我毋是叫迄家大汉，无代无志，我是有啥物知？啊，这你著毋捌啦！啊，阮两个关伫咧遮，两人入来，迄若你若斗起来合作肉，表示讲你即马有皮肉之疼。你，哎，好嘢，安尼这么紧？要用我恰卡步，我你这摆断够住毛。到到你才知。有看的无？你迄个心上人吼，要来见你啊啦！啊，等你当趁着好康啊吼。莫搁拄仔食醋啊啦。伊说手啊，你即摆来是要创啥啊？我是全力来甲你解说，我并无陷害你，请你谅解。哎呦，你个查某囡仔吼，你哪甲我讲话哈？啊，你嘴尾共巴巴线线，再共回心咧，哎，你演技袂歹呢，你搁会口搁会甜呢。我只是要用你的能力。他居然无人顾问，你紧走。啊！你即马叫阮走？阮家无遐尔啊戆咧，你叫阮走，无定喺外口吼，用一个限制要互阮跳，阮着要读到太皮果。我若是真正要逃避，拄则落用去抬啊，我何必冒险叫你？你安尼讲嘛有道理哦。你明天走，若是叫太叔发现，想要闹你。这顺情啊，你是有功夫的人，你无徛头前，你甲我保护，无敢就叫我保护你咧。这我早就知影啦。
伊估计有迄艺术这个查某个变空啊啦！还是你甲跳拢叫你要着。车卡无，我咧赌后也分出手，你就想要一走了之，未免太令人失望。嘿嘿嘿，你唔免失望，但我哪有讲要走？我是讲这个风景真优美，我是要出来外口行行唠唠的，啊若行了忝，我自然就转去啊咧。你真正有遐恶人无胆呢？你唔干那出你支喙来骂我尔？啊，若参像这个国产吼，唔免用情伊，你做一个惹互伊生气，惹互伊抓狂。伊若对我出手，我嘛出手，加是两个人，同归于尽嘛，对不对？你若抓规个，人讲话咩物件爱看，规门爱传。放心啦，我若会当为着朝廷壮烈来牺牲啊，你才做选择。去找阮小妹明珠，甲着小安因斗阵就好啊。啊，你敢毋是讲哦，同行不如同命，我哪有可能放你踮咧遮啦？好，免阁提啦！无甲一个人，我都能离开这所在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选择啥？我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伤怎？恁两个，无甲一个人，我都能离开这所在。韩别叫。免对啊，啥会怪对？已经中着老虎一只，这是至毒的一只。我相信你活无久，要不过老虎自然有安排。你收手。你收手，老虎再给你一摆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你即使去军中真纯情的，一定要查出赵公的下落，即时来回答。我再见过，这摆你是办不成，难怪老虎对你那点无客气哦。我是将代志办成功，希望太师会当遵守诺言，将我那点放出来。哼，老虎并不是一个食言背信的人，天赌是你。我交代你的代志，都一摆你办得成。我希望你一摆当将资玉给我摕回来。那么过我，好啊，赶紧去。白云，阿姨在。将车卡无抓回去。明仔载5时，茶房若是无发生火灾，当场将伊处斩。是。奇怪，我受了太师拍这种了后，哪会感觉头壳一直晕起来，四肢直感觉无力？伊这一定是寒冰种的。青头公，是你。青头公，我对你并无任何恶意，我只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你。我唔知太师伊会适合款痛。你唔免搁讲，你就是甲太师共路线，你就是甲太师同款要设计陷害我。你即摆是毋是要赶紧来抓我倒去，互太师对不对？我即马就算讲我跳落黄河嘛，洗袂清我的冤情。不过请你相信我，我只是真心实意帮助你，我并无害你的意思啊。你无害我的意思，你引诱我去自爆，害我去中毒毒气，了后，再搁引我去后悔园。
我才去予太师甲拍到这个寒冰掌，我太师利用我来骗你，只有我家己心不由己。你心不由己，这个话你讲得出来？敢讲参我那掠去，互你掠去藏伫什么所在？你无爱甲我讲，嘛是你心不由己的心。我袂当讲的苦定，千大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是真心实意要求你离开太师的魔掌啊！好，你讲你要帮助我，你是诚心诚意的。要哪呢？你甲我讲，我那掠你甲藏伫什么所在？实不相瞒，因为你那领安慰，关系到阮那爹的性命。我听到你唔相信，我会当活到这个时阵，太师无要杀我，都是因为你那领生死不明。我那领关系到你那爹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听着拢雾煞煞。我敢会当讲，这甲朱玉有关。朱玉究竟在何方？请你紧来甲我讲，是伊引起着大风浪，无端煞来失影踪。朱玉确实来自于凤江，真侪人为伊来发讲，来龙去脉我真歹讲，时机若到，道理会自通啊，会自通。陈大哥，你即摆紧张着寒冰掌，若无赶紧解毒，你性命有危险，你知无？我无需要你甲我斗相共，你闪！陈大哥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！明珠，你是安怎？我放弃我那娘，我才就是真胆小。我出去要甲伊叫的时阵，明珠，你是担心你阿兄安危，所以你一有所思，也有所望。搁再加上咱伫咧逃命，你来遮，你会惊有未定，所以你才会做恶梦啦。是我咧做梦，但是我嘛甲一唱二唱，我兄为啊血脉相连，我要来救伊，我要来救伊，小阿娘，我要来救伊。这鬼倒咧！哦，这是庙里咧，不是公园咧。哦，两个是生什么体统？哦，你阿兄甲你两个是叫做血脉相连啦。啊，你看，人小阿兄甲你，什么拢总无连呢？啊，搁再讲倒转来哦，伫这个所在无做起码哦，嘛有我这小叮当的在场。啊，你两个扭来搁扭去了，安尼，啊，你就是什么体统？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项要请你放心肝，对我敢袂受罪。安尼，啊，你就是什么态度？小叮当诶，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明珠实在真委屈，啊，你咧讲话何必倒挂骨？既然大家落难伫这个烂残缺，互相安慰，才知影真情是何物。你逐摆替伊在讲话，我实在有影有够衰，唔通以为我会甲你对，无欢喜，啊讲话就甲我亏。哎呀，叮当诶，最起码即摆只剩咱三个人，你若安尼，恐起来折我生机啊！是你家己咧折我生机啦！你特别那么大细心，你也无想看卖，若我做面盲哦，哎哟，若我话我做恶梦的呢，我听忘记讲哦，我伫咧树仔顶哦，啊无条条咧嘣一下摔落来去，吼，啊嘛忘记讲哦，我伫迄溪仔呀，哎哟，嘣一下摔落去，哎哟，我大家拢惊到咧，有安尼伤心咧，有安尼艰苦，你若唔关心我，后摆你若做面盲，你着喊较大声，我着甲你关心，吼，我若面盲，你会较关心，小爷。你捌好？哎，我当时捌讲假话啦。好，去困。明珠，你要倒位？我要来找阮阿兄，我好感觉，阮阿兄即摆需要我伫伊的身边，我要来救伊。梅小姐，你看天也袂光，而且你嘛毋知你阿兄伫倒位，你才出去，万一若去互太师院的人发现着，我看更加对咱会不利啊！哎呦，小安尼啊，伊要去就互伊去，啊你管下伊哦。去，袂用之哩啦，明珠。你袂用安尼做，来，你倒到这，即马吼，为这开始，
你若哪会听我的话，咱三个人都爱忠心服务。等大天光，咱再来去找地公。明珠，明珠，你精神啦，明珠！哎呦，小姐姐，啊，看到明珠无？鬼面望是无来，这母猪差死人啊！小叮当诶，已经精神看一个啦，明珠无伫咧啊啦。啊，明珠就伫遮咧，无伫咧，遮我，无。明明伊就昨有讲啊，讲天光了后，我要带伊去找赵公，是安怎？目睭变去无看到伊，你讲伊会去倒位咧？哎呦，唔免烦恼啦，无得甲去外口尿尿尔，人连就转来啊啦。无可能，伊伫咧烦恼真大劫，伊的安危。有得到，伊只要是去找真纯情。哦，你即摆若讲安尼有可能哦，伊种脾气哦，安尼有可能家己一个人做夜管哦。夜管。若无分开，我知我有且爱你，亲像海水涌来涌去，想你无停止。慢慢也想会到，爱你这呢深，回头的路愈来愈远，爱终站伫倒位？天涯。将惨伫倒来。